南韩 JYP 公司继 TWICE 之后再度推出的新女团 ITZY 念 EZI， 2月12号才刚出道，9天后就夺下有线台音乐节目冠军宝座，5人在台上傻住不敢相信，没想到他们23日再创里程碑，出道11天就拿下无线台音乐节目冠军，再度刷新纪录，新人实力不容小觑。全白色系服装一字排开，强而有力的舞蹈动作让粉丝眼睛为之一亮。他们是 TWICE 的师妹团 ITZY， 不走甜美路线，展现独有的 Girls Power。ITZY 2月12日才刚出道，首次登上音乐节目打歌就拿下冠军。ITZY 粉丝们，我爱你们！谢谢你们！南韩无线电视台音乐节目 Show 音乐中心23号公布本周冠军由 ITZY 拿下。当主持人宣布获奖当下，成员柳珍和彩玲都惊讶地遮住嘴巴，意志 Lea 也都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。其实这已经是他们第2座奖项，出道9天后就先夺下有线台音乐节目冠军宝座，没想到他们23号再创里程碑，出道11天就拿下无线台音乐节目冠军，再度刷新纪录，也破师姐 TWICE 的纪录，新人实力不容小觑，现在就连泰国也在封女团。100位少女身穿白色上衣搭配彩色缤纷短裙，在方形的阶梯舞台又唱又跳，疑似仿造韩国的 Produce 101选秀节目。不过更让网友惊艳的是参加者颜值，其中有些女孩五官貌美，但也有一些参赛者看起来没那么起眼。还有他们的歌曲虽然也走洗脑风，但被不少网友抨击是在听念经吗？意外引发网友讨论。不过也看得出来，南韩选秀风潮已经蔓延到东南亚。